什么？我是学跆拳道的，我自细汉练到大汉，是即马是裁判嘛是教练。哎呦，孙哥，孙哥，哎妈，我你摕一个棒啊！来啦，这帮啊，你讲到摕棒啊，伊的面就是一块棒啊。对。哦，你哪会放手？阮大接到啦，哦，阮大去接到啊！水啦，报仇成功啊啦！恭喜你报仇成功啊啦！啊，你还拍到伊饲车啊，迄支哦。好。我跟你讲，伊拄只吼，正手。好，来。你惊啥啦？三回啦！你啦，好明，你来摕啦。你哪会惊啦？拄只无破是你这出地，来呢？你这地无破。真正手会疼啦。其实我拄只手嘛是会疼呢。我坐遐了。较安全。哎呦，老师音乐。啊，你个下一届吼，哇，安尼。